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。你瑜伽球准备好了吗？我开始要运动了哦。来，双脚打开，扭腰。很好，继续扭腰。准备彩虹，天档的彩虹，弯片、右片彩虹，天档的彩虹，右片、右片，一个水平彩虹，一个天空彩虹，水平彩虹，天空彩虹，张个两摆。注意看天档的彩虹，滑平水平彩虹，天档的彩虹平，有听到冇？水平彩虹，天档的彩虹滑平，很好，继续水平彩虹，天空彩虹，很好。水平彩虹再大一点，再2次，张个一半，扭腰，彩虹。水平呢？天空呢？再大一点，打开你的肩膀，很好，打开你的胸，张够一半。听一下动作，准备右脚往前往后 ，Mambo。能量摆，弯脚，左脚，前后，后前，后背。弯片，右脚拿球画圆圈，很好，继续。弯片做脚，左边画大圆圈，还有2摆。张钩回到右脚，还有1摆，停，休息，左脚，3、2、1，休息，右脚，还有1摆，休息，左脚，做得冇？休息要注意，休息2片。丢球，右脚，丢球，左脚 Mambo， 丢球，继续右脚，有听到吗？丢球，左脚。丢球，披着准披，水平的彩虹，天空彩虹，滑，他太屌哎，很好，继续做，走片，还有2摆。
听一掌 ，Mambo， 丢球，左脚，丢球，继续右脚 Mambo， 丢球，左脚。 丢球，很好，扭腰进来。第3个动作，右手拿球拉长8字形，咒术片拉长8字形 ，U 数片拉长，打开你的胸，8字形，转动你的肩膀。 注意来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眼睛要看那个 IQ， 很好，右上，左上，踢着准备，强的彩虹，天空彩虹滑照片。 继续，很好，继续平的彩虹，天空彩虹，还有2摆，听一掌 ，Mambo 右脚，还有一掌，丢球。 左脚丢球，很好，继续右脚丢球，左脚让它抬点位，很好，丢球。第3个右上拉长8字形，肘片拉长。 眼睛要看那个 IQ 哎，很好，继续。扭腰，第4个动作，胸拥扭腰。 球加大，踏点，踏点，把球放在你的腰，后点加大，太点位，做得冇？第2片我较强调的，吸气、吐气，强度会增加。很好，注意来呼吸。 吸气，吐气。踢着准批，强的彩虹，天空彩虹，滑翻片。继续。他拍点位。 还有1摆，听一掌，右脚 Mambo， 丢球，左脚 Mambo， 丢球，右脚，很好。哎，唔係咁簡單，丟球，我接頭，左腳。 丢球，接下来右上拉长8字形，手片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眼睛要看那个 IQ 哎，往上长高拉长。
吸着，右边踏点，加大，把球拉到你的腰，肚子要用力。嘿，没懂简单，太棒了！后点和拍点位。 很重要嘛，上面加高，上下上下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扭腰，慢慢放松你的呼吸。在八字形，大一点。 转动你的肩膀，最后4、3， U 片苦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一模两摆，中间停下来，吸，吐，弯片。今杯有氧瑜伽小组度聊片了，上蒙太极卡，再见。